識咗布林代數，你就可以用數學嚟簡化電路，呢個係數碼世界嘅基本功。布林代數係一種專門處理 true 同 false，即係一同零嘅數學系統。呢個系統咧係由19世紀嘅數學家 George Boole 發明噶，所以就用咗佢個名。第一個基本運算係 and。我哋通常會用乘號或者一點嚟表示。第二個係 or， 代表或者喺數學表達式入邊會用加號加嚟表示。第三個係 not， 即係相反，通常會喺字母上面畫一條線，或者用非符號。布林代數有幾條重要定律，首先係交換律 A and B 其實就等於 B and A， 跟住咧係結合律 A。and 括號 B and C 同 A and B 括號 and C 係一樣嘅，仲有分配律 A and B or C 可以拆開做 A and B or A and C。最特別嘅係迪摩根定律 Not and B 會等於 Not A or Not B。利用呢啲定律，我哋可以簡化複雜嘅布林表達式，減少邏輯集嘅數目，咁樣就可以降低電路成本啊！學識呢啲定律，設計數碼電路就自然事半功倍。